Hello，大家好啊！我係 Water 哥哥。當爸爸媽媽嘅衝突係持續而且頻密的話咧，坦白講，對於小朋友嘅影響咧，總係無可避免嘅。所以咧，今日都想同大家分享下，當喺呢啲咁高衝突嘅情況之下，爸爸媽媽有啲乜嘢係應該做，有邊啲嘢係唔應該做，以至到咧可以將對小朋友嘅負面影響同埋嗰種嘅傷害咧減到最低嘅。首先咧，都想同大家分享3種 don'ts 父母唔應該做嘅事項。第一種咧就唔好去讓小朋友成為大人嘅傳聲筒。我諗喺衝突嘅時候咧，我哋都唔想同對方有個直接嘅對話。有時候就會唔覺意將小朋友咧拉咗入嚟。例如咧，爸爸可能咁講：阿仔啊，你同媽咪講，我今晚都係唔翻嚟食飯啊。然後媽咪會咁講：阿仔啊，咁你叫爸爸以後都唔使翻嚟食飯啊。其實咧咁樣嘅對話，一嚟咧係冇必要啦。明明大家都身處喺同一個空間度，都聽到對方講嘅説話，點解要叫阿仔咧？咁第二樣嘢咧，又會去造成小朋友嗰個嘅困擾，佢會咧變得不知所措。咁究竟我要點做咧？嚇！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千祈唔好咧去讓小朋友成為自己嘅傾訴嘅對象。我明白咧，當父母喺衝突入邊會有好多嘅情緒啦，或者情感嘅需要，要揾人去到傾。我哋可以揾一啲大人，例如咧可以係自己嘅朋友啦、親戚，甚或乎一啲專業人士，可能社工嘅輔導員咁樣。而我哋就唔應該喺呢啲時候咧，要小朋友承受父母嗰種嘅情緒，因為咧小朋友其實就好似一塊海綿咁樣。當爸爸媽媽向佢傾訴嘅時候咧，佢只會咧不斷去吸收爸爸媽媽一啲嘅負面嘅情緒或者一啲負面嘅能量，而佢唔識得去排解出嚟啊，以至到咧佢只能夠咧拎住呢個嘅充滿負面情緒嘅海綿咧，一路去行落去，長遠影響佢嗰個嘅成長，甚至乎咧性格嘅發展嘅。第三樣嘢咧，就係我哋唔應該要小朋友成為父母嘅磨心，唔應該要佢一係揀爸爸，一係揀媽媽。坦白講，小朋友喺父母衝突入邊咧，已經承受好大嘅壓力同埋傷害㗎啦。如果我哋要佢喺佢面前咧，例如可能係講對方嘅一啲嘅壞話啦，其實就等於好似要逼小朋友選擇，我要企喺爸爸定係媽媽嗰邊。但係咧，當佢選擇企喺爸爸嗰邊，等於咧佢要背叛媽媽。當佢要企喺媽媽嗰邊咧，佢又知道會令爸爸唔開心。變相咧，好似呢個選擇咧，就等於要佢選擇我要傷害爸爸定係傷害媽媽咧。其實對小朋友嚟講係一個好殘忍嘅一個決定嚟嘅。咁所以咧，總括以上3點咧，都係表達緊同一個訊息，就係大人嘅衝突，千祈咧唔好將小朋友咧捲入呢種嘅漩渦入邊。咁爸爸媽媽又有乜嘢係應該做嘅咧？第一樣嘢咧就係去話翻俾小朋友知，而家發生緊咩事，同埋爸爸媽媽嘅關係係點嘅。但係咧就唔需要太詳細嘅，簡短就得㗎啦。例如咧可以咁樣講：係啊，爸爸媽媽而家關係出現咗一啲嘅問題，我哋需要多少少時間咧去處理。如果關係再差啲的話，可以話爸爸媽媽咧已經唔再愛大家啦，我哋決定咗會分開，爸爸嚟緊咧都會搬走嘅。咁咧話翻俾小朋友知而家嘅情況咧，起碼令佢哋咧唔需要再顧下。有啲嘅小朋友比較好奇咧，佢哋會追問嘅。咁爸爸媽媽可以按情況啦，簡短嘅去做一啲嘅補充。但係記住咧，喺過程入邊盡量唔好加入太多自己嘅情緒同埋自己嘅判斷落去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同小朋友強調，唔係因為你做錯啲乜嘢而令到爸爸媽媽關係出現問題，呢個咧唔係你嘅錯，而係咧爸爸媽媽自己嘅責任嚟嘅。第三樣嘢咧就係同翻小朋友講，係啊，爸爸媽媽仍然都係好愛你嘅，而你亦都可以繼續去愛爸爸媽媽。即使咧爸爸媽媽嘅關係入邊出現咗變化，但係咧我哋仍然係你嘅爸爸，我哋仍然係你嘅媽媽，呢個關係咧係永遠都唔會轉變，我哋仍然都會永遠愛護你嘅咁樣。咁咧第四樣咧就係幫小朋友咧去覺察佢哋嘅情緒，例如可以咁講：係啊，呢段時間咧，我相信你都會好嬲、好唔開心或者好失落，呢啲咁複雜嘅情緒咧都係好正常嘅。但係咧，爸爸媽媽會陪住你，會支持住你嘅。咁如果小朋友嘅情緒真係有啲嘅困難咧，其實家長亦都可以尋求一啲專業嘅協助，例如咧遊戲治療啦，去幫佢哋咧去疏解、去疏導咧佢哋入邊一啲嘅情緒嘅。
最後咧，如果爸爸媽媽真係決定要分開啦，難免咧對於小朋友嘅生活咧會造成一定嘅影響。例如咧，小朋友同邊個一齊住啦，住喺邊度啦，又或者非同住嘅爸爸媽媽究竟幾時可以探佢啦？咁咧最好嘅方法，我哋當然就係盡量唔好改變小朋友太多嘅生活方式，盡量維持原狀係最好啦。但係如果真係要轉變的話咧，最好就俾小朋友多啲嘅時間，盡早去通知佢，讓佢有多啲時間去到適應嘅。係啦，咁咧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日嘅分享，希望咧都幫到家長咧有多啲嘅方向去協助小朋友啦，去回應小朋友喺呢個階段入邊嗰個嘅需要嘅。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賽馬會再思婚姻伴孩成長計劃嘅宗旨係支援掙扎緊係咪離婚嘅夫婦，希望可以俾夫婦重新檢視婚姻，減少怨恨，作審慎嘅離合抉擇，從而減低對夫婦同孩子嘅傷害。詳情可以瀏覽我哋嘅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或者打27827560了解更多啊！鍾意我哋呢條片，記得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條片再見。